食乜嘢都有版睇啊！而家已經有好少呢啲咁嘅餐廳肯做法㗎啦。牛扒、青口、鰻魚飯，呢個飯唔係咁似，飯唔太細粒。呢條煎魚，啲汁醬遮住條魚。大量模型睇啱先至食，認住呢一間東橋餐廳。隔離係賣蟹嘅，哇！啲增高鞋，着咗起碼都3寸。呢間粥鋪2隻粥25，炸兩15，正正常常啦，價錢。呢個再向前行咧，就係西灣河燒味壽。叉燒好似幾靚，燒鵝雙拼143。打橫嘅新城街，西灣河垃圾收集站。呢條西灣河街，呢一笪都係修理汽車鋪，左邊都唔例外。呢啲係幾廿年來做落㗎啦，嗰陣時啲橫街可以隨便泊車，所以最啱咧就係啲收車公司。
而家就梗係唔同啦，而家就好多舊樓拆咗之後咧，重建咗啲豪宅啊，咁就唔變咗唔可以好似以前咁樣隨便擺車。呢個係君悅軒啊！繼續行呢條西灣河街，真係一條旺中帶靜嘅街。喺啲行翻出去筲箕灣道先。呢度有魚缸好靚，全部都係風水魚啊！華神館涼茶，對面呢間咁名堂巴閉啊！香港兒童探索博物館，間潮發魚仔店啊，打冷沙鍋粥小炒，裝修咗都好耐嘅喎。我記得我上個月初嚟嗰陣時，經過見到佢仲係裝緊修。80大師兄啊，鮮活市集啊！對面有間生煎包專門店。少少嘅報紙檔，
間金行，又一間涼茶鋪。8號冰室啊！呢間有好多模型，可可店分店。肉絲炒麵55，我有些少。對面呢間係西灣河文娛中心。呢個聖十字經，魚米。督促廳，就係油炸嘢，你掃街聖地泰安樓啊！今日因為我自己一個人嚟，今日因為係我自己一個人嚟筲箕灣，一個人咧就似乎唔係好適合掃街。所以咧，決定都係行到上海就返屋企。一間 KFC。好啦，
決定喺西灣河地鐵站離開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回再見。